2025年咧最大嘅政變啦，就係葡萄牙取消咧所謂嘅 manifestação de interest 程序，即係話咧你唔可以再嚟到葡萄牙先揾工，再慢慢申請居留嘅，要翻原居地嘅領事館咧攞到工作合約咧先至申請嘅。咁呢個改變咧對唔少香港人嚟講都有嘅改變啦，尤其是咧唔同嘅人士想嚟打工嘅話咧，咁要喺佢原居地咧攞到你嘅工作合約先至去申請。好多移民嚟葡萄牙咧，最初咧就因為生活水平平啦，最近來咧係物價升得快啦，租金啦、電費啦，甚至咧食品物價咧都有加嘅。例如啦，一房嘅公寓租金咧，里斯本咧係已經咧起碼咧1000幾歐嘅，食油啦、米啦、雞蛋咧嘅價格咧比疫情前咧係貴咗20-30%。工作方面咧，最低嘅工資咧都係850蚊，最低工資咧都係850歐左右。你要揾到咧穩定夠養家嘅工咧，真係要睇邊個行業。係一個唔同嘅時代。如果你係咧退休喺網上做生意，或者可以帶資金過嚟咧買樓自住嘅話咧，葡萄牙咧仍然係一個好地方。如果你諗緊咧過嚟揾工定居啦，仲要咧真係要揾計清楚啦，租金咧係咁成上升，語言啦、簽證嘅限制啦、收入潛力咧都唔可以忽視嘅。